你哋有冇試過因為紅眼航班或者中轉需要喺機場過夜嘅經歷呢？就算話有過夜旅客休息區，但每次去到都係冇位嘅。使咩咁慘啊？喺機場附近住酒店舒舒服服夠冇夠啦，跟我嚟啦！廣州白雲機場旁邊嘅柏爾曼大酒店同諾富特酒店，距離 T1 航站樓先至100米，喺13號門對出嘅斑馬線就可以到達柏爾曼同諾富特酒店群。兩間酒店緊挨一齊，裏面嘅設施都可以互通使用。柏爾曼酒店仲曾經5年獲得有航空界奧斯卡之稱嘅 Skytrax 世界機場大獎中國最佳機場酒店。要做0蚊穿梭巴士到 T1 同 T2 航站樓，真係可以節省好多時間。雖然近機場，但酒店每個角落都零噪音。喺房間裏面可以攤坐喺沙發上面睇飛機起降，真係好特別嘅感受。床尾仲放置咗墊腳枕，可以緩解一日嘅腳部疲憊感。下午3點3享受中西合璧嘅3層下午茶，令疲勞一掃而光。呢度仲配有24小時健身中心，運動餓咗之後，仲可以去位於柏爾曼嘅恬園創意中餐廳。呢度嘅主廚有住超過30年嘅中餐烹飪經驗，出品有創意得嚟，仲好好食，值得打卡。第二日早上喺酒店嘅 U8風味餐廳品嘗豐富嘅自助早餐，又係元氣滿滿嘅一天。知道咗廣州最靠近機場嘅酒店群，以後喺機場過夜簡直係享受啊！跟住拉天帶你吃喝玩樂。抖音。